大家好，今日好高興咧，請到梁梓敦先生為我哋介紹咧乜嘢叫做預設照顧計劃。梁梓敦先生咧，除咗係香港嘅註冊社工，亦都係美國死亡學院士同埋香港生死學協會嘅總監，致力推廣臨終關懷同埋生死教育嘅服務。好啦，事不宜遲，我都將呢個時間交俾梁先生。好啦，大家好，咁咧我就今日咧最主要咧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咩係預設照顧計劃。預設照顧計劃咧，佢正式咧英文咧我哋就叫做Advanced Care Planning， 簡稱 ACP。咁所以咧即係話，如果大家咧有時咧可能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啦，可能你會聽到咦 ACP 呢三個字，咁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咧原來咧就有機會咧就係代表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咁其實咧預設照顧計劃咧係一件咩嘅事嚟嘅咧？咁簡單地講咧，其實就係當一個人佢面對自己嘅人生，可能咧佢慢慢咧年紀大啦，身體變差嘅時候咧，咁佢開始咧就有唔同嘅需要啦，可能係身體上嘅需要啦，照顧上嘅需要啦。但係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咧好實務嘅需要㗎，例如錢嘅安排啊，或者咧再長遠啲嘅，可能咧喺佢離世啦，即係過咗身之後咧一啲嘅安排咧。其實都會喺呢一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係需要去傾嘅。其實成個預設照顧計劃咧，我哋會理解咧，佢係一個溝通嘅過程。而呢個溝通咧，最重要嘅地方咧，所有嘅意願、所有嘅決定咧，都係按住當事人咧佢嘅諗法啦。而佢嘅諗法咧，當然背後嘅就係佢嘅價值觀啦，佢嘅成長嘅時候咧，帶俾佢一啲嘅經歷啦，而慢慢咧去製造出嚟，慢慢咧去建立出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所有傾嘅內容，所有做嘅決定咧，全部咧其實都係按住咧呢一個人嘅意願，即係話冇對錯，亦都咧冇話一定要咁樣做嘅，全部嘅事都係由呢個人佢自己去揸主意，自己決定嘅。好啦，咁所以當我哋明白咧，成個預設照顧計劃，佢其實係一個持續嘅溝通過程，而背後咧其實就係當事人嘅價值觀念同意願嘅話咧。咁我哋跟住第二步就要問啦，咁確實要傾啲乜嘢嘢咧？成個預設照顧計劃咧，其實我哋可以咧分為最主要有三個大嘅範疇。第一個就係同佢嘅治療同埋照顧嘅意向有關嘅。至於第二個咧就係同錢有關嘅，包括一啲財務安排啦等等。而第三個咧就係同後事有關嘅。好啦，咁我咧就簡單咧同大家逐個咧去講下，究竟咧呢三個範疇入邊咧又包括啲乜嘢嘅內容。先講第一個，同照顧同呢個治療意向有關嘅咧，原來咧都有好幾樣嘢咧係需要傾嘅。第一樣，可能好多人都聽過嘅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啦。預設醫療指示咧，咁可能咧有好多朋友都有機會聽過，因為咧喺2024年11月嘅時候咧，就正式咧就已經係立法通過咗預設醫療指示呢份文件咧係有法律效力噶啦。咁其實成個預設醫療指示背後最主要嘅精神就係講緊，當一個人佢患咗一個末期不能夠逆轉，即係話唔可以康復嘅疾病，究竟佢想拒絕邊一啲嘅維生治療咧？咁詳細咧我唔多講啦，因為咧我知道咧可能有啲朋友已經聽過啦，或者喺其他嘅片入邊咧都有機會會聽得更詳細。咁但係咧，第一樣原來喺預設照顧計劃要傾，而關於呢個治療同呢個照顧方向有關嘅咧，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咁而第二樣嘅咧，就係我哋要去傾下，究竟一個人佢嘅晚期照顧嘅意願啦。咩叫晚期照顧嘅意願咧？就係當一個人佢慢慢身體變差嘅時候，當佢進入最後嘅階段，即係話咧，醫生已經證實咗咧，可能呢個病嘅病人已經去到末期嘅階段。其實去到呢個階段咧，確實喺身體上啦，或者喺照顧上咧，都有好多嘅需要嘅。咁而究竟呢個病人佢想喺邊度被照顧咧？又或者想邊個照顧佢咧？其實呢啲嘢都要諗嘅。譬如好簡單，一個病人可能佢希望咧喺最後嘅晚期階段，希望喺醫院度被照顧嘅。又或者佢可以選擇喺院舍，即係話喺老人院度被照顧嘅，甚至喺屋企照顧都得嘅。其實咧，事實上三個地方咧都係能夠照顧到，非常之好咁照顧到一個晚期病人。但係有啲安排係需要預早去定嘅。例如舉個例子，如果要喺屋企去照顧一個晚期病人，第一樣嘢必然地考慮嘅就係邊個照顧佢啦，就係邊個有時間照顧佢啦。例如究竟係屋企人啦，定係要請工人啦，定係要請一啲上門嘅看護啊？
其實呢啲嘅事咧都真係要預先去傾好同安排，並唔可以咧去到當日嗰刻先至做決定，因為好多時候呢啲嘅安排咧都唔係即刻就可以有嘅。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晚期照顧嘅計劃啦。而另一樣嘢咧，我哋會傾嘅咧就係離世嘅地點。離世嘅地點咁其實包括嘅就係原來而家喺香港一個病人如果要過身嘅話咧，都有幾個地方可以選擇嘅，譬如醫院啦、老人院啦、寧養院啦，又或者咧喺病人自己嘅屋企嘅。咁而呢幾個地方咧，同樣地其實都需要咧預先有啲安排嘅。譬如舉個例子，如果有個病人好希望喺自己嘅屋企離世，咁事實上咧喺法例嘅要求，佢必須要喺死之前嘅14日內有一個醫生咧係見過呢個病人。另一方面咧，死咗之後亦都要請殯儀公司嘅職員咧係上嚟咧送走遺體嘅。而呢啲事咧同樣地係唔可以去到嗰一刻先至即刻安排，因為咧嗰一刻除咗揾唔到之外，第二樣嘢就係原來有啲事有啲做法可能根本就係唔合法，係做唔到嘅，所以必須要咧就係預先有一個好好嘅安排。呢個咧就係第二項嘅關於離世地點要留意嘅地方啦。好啦，咁所以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其實整個嘅關於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嘅第一個範疇，關於治療同醫療嘅意向咧，其實有3樣嘢：預設醫療指示啦、晚期照顧計劃啦，同埋咧離世地點。好啦，咁至於咧第二個喺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我哋都需要傾嘅，咁係咩咧？就係關於錢啦。嗱，錢咧其實咧都真係好多嘢要傾嘅，譬如我自己亦都咧做咗好多年嘅關於晚期照顧嘅工作啦。坦白講咧，錢如果唔一早安排好嘅話咧，其實都會引嚟好多嘅爭拗啦，好多嘅麻煩事。咁所以咧有邊幾樣嘢我哋要好好咁去傾咧？第一樣遺囑啦，即係平安紙。簡單嚟講就係當一個人死咗之後，佢嘅遺產啊，究竟想點樣去分配咧？點樣去安排咧？嗱，香港咧嘅法例好清楚，就係講到如果一個人佢冇寫遺囑嘅話，其實政府係有一個分配嘅方法，會幫佢咧按住一啲現有嘅關係去分配。譬如第一個分到嘅係配偶啦，然後仔女啦，然後咧父母啦、兄弟姊妹等等。但係如果有個當事人佢係唔希望按住呢個次序去分，譬如舉個例子，佢心目中咧好想將佢嘅遺產嘅一大部分係送俾一個社福機構啦，或者咧佢好想咧就係俾另一個嘅親人，而呢個親人咧就唔係佢直屬親人，但係呢個親人可能喺佢嘅一生入邊咧好重要，照顧咗佢好多。如果喺一個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必定要咧就係寫呢個平安紙，即係寫呢個遺囑啦。咁所以咧，原來預設照顧計劃錢嘅安排上面咧，第一樣嘢就係遺產嘅分配。但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喎。第二樣嘅就係持久授權書。持久授權書咧，好簡單地講嘅就係當一個人佢因為病已經咧進入咗一個失去咗精神行為能力嘅狀態，但係咧佢又未死喎。原來佢嘅財產咧都會係同樣地會被凍結㗎，佢冇得用佢自己嘅錢。咁所以咧，要能夠突破呢一個限制，要做到呢一件事，即係話可以幫一個已經失去咗精神行為能力嘅人去管理佢嘅財產，甚至用佢嘅用佢嘅錢，甚至用佢嘅錢咧係放翻落佢嘅照顧開支上面咧。原來必須要咧簽另一份嘅法律文件，就係持久授權書。咁所以咧呢一樣咧就係第二件事咧，我哋係會喺晚期喺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去傾嘅。咁而至於第三樣嘢嘅咧，就係財務嘅安排啦。其實咧，除咗呢啲嘅法律文件之外，究竟佢嘅其他嘅資產啦、錢啦，會唔會亦都有其他嘅諗法咧？譬如舉個例子，可能咧佢有買保險嘅，其實保險嘅人壽保險嘅賠償咧，又唔屬於遺產噶咯。咁究竟佢會係希唔希望需要最尾嘅時候，可能要改動佢嘅受益人啊，等等啊？就甚至咧，佢自己嘅一啲其他嘅資產，譬如佢有物業啊等等，會唔會都需要預早去做好一啲，譬如轉名啊等等嘅安排咧？嗱，咁呢個咧都係第三樣咧，同錢有關嘅事咧，其實我哋都必須要去同一個病人好好咁溝通嘅。好啦，咁至於咧第三個喺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傾到嘅範疇咧，就係後事啦。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死咗之後，究竟佢想點咧？嗱，可能咧好多人都會認為死咗之後咁咪一了百了咯，咩都唔使搞啦，係咪？咁啊等其他人去安排咪算咯。
但係咧，或許大家咧都可能聽過一啲古仔，就係有一啲嘅死者，佢正正就係因為咧冇預先去交託佢嘅後事，而咧會令到後人咧好多爭拗。譬如用唔同嘅儀式，究竟用基督教嘅儀式啊、天主教嘅儀式啊、佛教嘅儀式啊，定係道教嘅儀式去做呢個死者嘅後事呢？事實上咧，阿梁生我自己咧喺呢過去18年嘅前線關於生死嘅工作入邊，都真實地見過咧，有屋企人咧，亦都有唔少嘅屋企人咧，係因為一啲宗教嘅儀式咧，係會嗌交，嗌得好嚴重。另一樣嘢咧，當然就係死咗之後嗰個嘅遺體嘅處理啦。究竟想土葬啊、火化之後上位啊、花園葬啊，定係海葬呢？咁因為呢4種方法咧都係合法，但係4種只能夠揀一種，你唔可以4種同時一齊做嘅喎，因為係唔可能嘅喎。咁所以同樣地嘅就係你嘅將來過咗身之後嘅遺體，究竟你想點樣處理呢？咁呢個呢，都係另一點好重要喺預設照顧計劃入邊係要傾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嘅喎，可能呢大家都有機會聽過嘅就係遺體捐贈啦，即係話將自己嘅身體捐贈俾大學，包括香港大學啦、中文大學嘅醫學院呢，係做一啲醫學嘅研究，係希望呢可以貢獻一啲嘅醫科生啦，或者貢獻一啲咧現時嘅醫生嘅噃，而呢一樣嘅計劃咧，同樣地都係要預先去安排，預先咧要去登記噶。另一樣嘢就係器官捐贈啦，同樣咧都係要預先登記，都係咧需要一早咧要去諗定嘅。而喺呢一個嘅後事安排上邊，仲有最後一樣嘢就係遺物嘅處理啦。一個人死咗之後咧，其實佢有機會有好多物品，而呢啲物品咧，通通都會變成佢嘅遺物嘅。究竟呢啲嘅遺物你想點處理呢？梁生咧做咗呢一個嘅生死嘅工作18年，而其中一個好大嘅部分就係做哀傷輔導。我好想話俾大家知，我接觸好多嘅喪親家屬，其實有唔少嘅喪親家屬咧，佢哋喺處理遺物啊係好痛苦嘅，佢哋唔識點樣處理，或者根本唔知可以點做。嗰啲嘅遺物一直就擺喺屋企，擺咗幾年，甚至10幾年，甚至再長啲。而擺咗咁長嘅時間，當然嗰啲物品嘅狀態一定係非常之差。其實身邊好多嘅家人朋友都會叫呢啲屋企人抌咗佢啦，做咩仲留喺度呢？但係當事人就係唔捨得，就係唔知可以點處理。所以呢一個都係對後來嘅家人嚟講係一份傷害。所以我會好經常都會鼓勵嘅就係，如果可以嘅話，喺自己死之前處理自己嘅物品，究竟你想將呢啲物品捐出去啊，或者送俾人啦，或者留低啊，定係掉咗佢呢？其實最好就係由自己去決定啊。所以遺物嘅處理亦都喺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另一樣重要嘅事。但係咧，大家亦都唔好忽略遺物，除咗實體嘅遺物之外咧，原來因為現今嘅世界咧已經有好多電子嘅產品啦，有好多咧，我哋每個人咧而家喺社會上面生活咧，都有好多電子嘅賬戶啦，我哋叫電子嘅資產啊。原來咧數碼遺產，可能大家好少聽呢個字。原來數碼遺產都要處理過。咩叫數碼遺產呢？譬如好簡單，我唔知道咁多位朋友，你有幾多個譬如銀行嘅網上銀行嘅戶口呢？又或者有幾多個電郵嘅戶口呢？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社交網站嘅戶口呢？例如 Facebook 啦、IG 啦等等。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如果你死咗之後，究竟呢一啲嘅戶口你想點處理呢？繼續運作落去，定係停咗佢，定係刪除佢？其實都係要定嘅，都要諗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可能大家咧有機會可能已經係訂閱咗嘅一啲網上嘅嘢，譬如某一間公司你已經咧訂閱咗佢，一路咧都追蹤住佢嘅產品啦。又或者咧你訂閱咗一啲譬如網上嘅一啲串流平台，即係可能大家有聽過嘅，譬如 Disney Plus 啊、Netflix 啊等等。同樣地，你死咗之後，佢仍然可能收緊你錢嘅。你係需要有人去幫手停咗佢，或者轉咗佢咧，先至唔會繼續收錢嘅。呢啲就我哋所講嘅叫做數碼遺產啦。咁所以咧，原來遺物嘅處理，除咗實體嘅遺物，亦都有一啲數碼嘅遺物咧，都需要處理嘅。咁所以咧，總括嚟講咧，後事嘅安排咧有好幾樣嘢，殯儀嘅事啦、遺體捐贈啦、器官捐贈啦，同埋遺物嘅處理咧，都係需要去諗㗎。嗱，講咗咁多，咁咧想做一個咧好簡單嘅少少嘅總結。預設照顧計劃
係一個溝通嘅過程。整個溝通嘅過程咧，都係按住當事人嘅價值觀同埋佢嘅意願咧，而去做呢個決定㗎。而呢個決定入邊咧，你會發現咧，有好幾樣大嘅範疇係要傾嘅。第一樣就係關於照顧同埋治療嘅意向，而第二樣咧就係關於錢嘅處理、財產嘅處理。第三樣咧就係關於後事嘅安排。當我哋咧呢三樣嘢其實加埋埋咧，如果大家諗嘅話，都有成差唔多10樣嘢㗎。其實咧，當如果呢10樣嘢都能夠咧可以預先去諗啦，做咗決定啦，甚至記錄咗咧，咁樣對一個嘅病人嚟講咧，就會比較安心一啲。而對佢身邊嘅人嚟講咧，亦都少咗一份嘅焦慮，亦都咧少咗有爭拗嘅機會。所以預設照顧計劃咧，確實係一件非常之重要，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嘅嘢嚟㗎。好啦，咁咧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咧先介紹咗預設照顧計劃係啲咩啦。好啦，咁我哋咧進入第二個部分啦。第二個部分咧，跟住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當明白預設照顧計劃係咩嘢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問點樣開展呢個對話咧？其實哇咁重要喎，點樣去傾呢一件事咧？嗱，其實咧係傾呢一個嘅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事實上係要有一啲嘅技巧同埋步驟嘅。你好難咧喺一個即係大時大節嘅時候咧，突然間打開呢個關於同生死啦、病危啦、有關嘅議題。其實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好奇怪，冇理由食下呢個新年嘅團年飯啊，我哋咧一家人團聚慶祝緊生日嘅時候，突然間攞出嚟講啊，第時我咧就嚟死嘅時候咧，我就想點啦咁。我諗咧，就算大家都係百無禁忌啦，大家都已經好開放啦，仍然都會覺得怪怪地嘅。好似唔係一個好適合嘅時機咁，所以咧開展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嘅對話咧，確實係需要有一啲嘅技巧嘅。嗱，其實咧其中一個最好嘅方法咧，我要話俾大家知咧，第一樣嘢就係咧，其實我哋咧係可以借一啲實地嘅環境嘅。咩叫做借一啲實地嘅環境咧？譬如舉個例子，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應該有喺清明節啦或者重陽節嘅時候咧去拜山。其實我哋有句說話咧，我覺得真係非常之精妙嘅，就係有啲嘢留翻拜山先講。其實咩意思咧？即係話原來有啲時候喺嗰個實地環境係好適合講嘅。譬如喺拜山嘅時候，好多人都有機會咧，可能去個墳場，哇！全部咧側邊附近嘅環境咧都係同死亡有關嘅。其實喺嗰個時候，或許就可以打開一個討論或者傾或者一個溝通啦。就係第時咧，如果我死咗咧，我覺得呢度嘅環境都唔錯喎，擺喺呢度都唔錯喎。又或者你可以借嗰個機會去分享一句，就係話，我唔係咁中意呢個地方，呢個地方咧太遠啦，環境又唔係咁好，又烏煙瘴氣。如果有得揀嘅話咧，我真係唔想喺呢度。其實呢一啲嘅表達咧，其實大家諗一諗，已經係講咗你喺後事入邊嘅諗法噶咯。所以借環境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去表達你嘅意願噶。而第二個嘅機會係幾時呢？就係聽到身邊有一啲事發生咗嘅時候，例如聽到身邊有一啲嘅親戚啦、朋友啦、鄰居啦，可能咧知道佢啱啱死咗，而喺個過程入邊咧，你正就可以分享啦。我咧聽聞咧隔離屋嗰個老人家咧死咗，聽聞咧佢啲後事咧，哎呀搞到好麻煩啊！正就係因為啲屋企人咧，大家冇共識啊。我咧就唔好咁樣啦。如果我將來走咗嘅話咧，請你記住，我咧就一切簡單，然後咧花園葬就得啦。嗱，大家諗下，其實就係借緊一個時機，借緊身邊一啲發生咗嘅事去表達緊你嘅意願。咁當然啦，另一樣咧就係你亦都可以嘅咧，就係譬如睇到一啲嘅新聞特輯啦，你聽到咧就係可能近來有一套新聞紀錄片。正就係講緊一啲同生死有關嘅議題，你可能睇完之後就可以同屋企人分享啦。呢套片入邊講嘅嘢咧，我覺得都幾重要喎。譬如大概2-3年前咧，有一套關於持久授權書嘅紀錄片，睇完之後正可能就可以分享，哇！原來持久授權書咁重要㗎，我覺得真係要立咯噃。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機會咧，打開話題。咁所以咧，原來第二個嘅方法咧，就係借一啲身邊發生咗嘅事，係一啲你認識嘅人發生嘅事啦，或者啲電視特輯啦，等等電影都係可以嘅。而另一樣嘢咧，當然啦，可以主動啲嘅，就係譬如咧，你可以參加一啲唔同機構辦嘅活動，
都係同生死有關嘅。譬如有好多嘅社福機構啦、宗教團體啦等等，其實咧每年喺香港都辦好多嘅生死教育活動，可能係講座啦、工作坊啦、墳場即係閒墳場啦、電影分享會啦，非常之多呢啲活動。如果你發現，咦，我去開嘅中心有搞呢啲活動喎，不如我去參加啦，梗係好啦。但係參加完，你正正就應該咧要翻屋企同你嘅家人朋友去分享。啊，我今朝咧去咗一個講座，哇，原來個講座咧講嗰啲嘢咁重要嘅喎。佢話俾我哋知，如果我哋唔一早去諗定自己嘅可能喺臨終時候嘅醫療決定，可能好辛苦嘅。作為一個病人，因為咧有機會佢會俾人猜心口啦。可能會猜斷佢嘅肋骨啦，因為正正佢就係冇預先去諗，或者咧甚至簽訂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嗱，呢一個就係一個比較主動嘅方法，就係你參加完一啲活動之後，翻屋企同你嘅家人朋友去分享你嘅得着。咁而當然啦，更加理想嘅唔係淨係你自己去，如果可以嘅話，帶埋佢哋一齊去，因為生死嘅呢件事唔係淨係你先需要諗，你先需要去認識嘅。其實你身邊嘅每一個人，同樣地都應該需要認識，甚至需要思考㗎。所以如果你發現，我去開嘅中心都有辦開呢啲生死教育嘅活動，我覺得好正喎，咁不如你邀請埋佢一齊去啦。當2個人、3個人一齊去嘅時候，去完啦，可能咧下晝可以去飲茶啦，夜晚可以去食飯嘅時候，咪傾下咯。我聽完我有呢個得着，我覺得原來呢件事真係要咁樣諗咯。所以呢個就係咧第3個嘅方法咧，就係比較主動啲。去揾一啲相關嘅活動去參加，甚至帶埋你身邊認識嘅人一齊參加。嗱，當我哋咧打開咗呢個話題之後，好啦，咁係咪足夠呢？其實又唔係嘅喎。當我哋咧打開咗呢一個嘅話題，當我哋咧都知道有啲乜嘢嘅重要嘅事要思考啦，但係諗咗你唔話俾身邊嘅人知道，或者你唔記錄佢呢，其實永遠都冇用嘅。因為你要知道，預設照顧計劃所寫嘅、所記錄嘅每一樣嘢、每一個意願，其實好多時候當事人已經係冇辦法當時講出嚟嘅。大家諗一諗，係真實嘅喎。譬如預設醫療指示，係當一個臨終病人去到昏迷嘅時候，我哋先睇下究竟佢寫過啲乜嘢嘢。而遺產嘅安排、後事嘅安排，正正就係嗰人已經死咗之後，我哋先去執行噶嘛。咁所以你要記住一樣嘢嘅就係整個預設照顧計劃入邊所講嘅所有資料，如果你淨係自己諗咗收埋喺自己嘅心入邊呢，係永遠都冇用嘅。所以我哋一定要同身邊嘅人分享。好啦，但係分享之前要做多一樣嘢，記錄佢，因為呢講咗係會唔記得噶。你要記住，我哋每個人呢記性係有限嘅，千祈呢有時唔好太高估自己嘅記性。尤其是係啲咁仔細嘅事，所以最好嘅話，其實我哋應該咧係當我哋諗咗我哋想點做，然後我哋下一步咧，其實係需要記錄佢嘅。而記錄嘅方法可以有好多，你可以揾張紙寫低佢，當然可以啦。但係你怕，哎呀嗰張紙唔見咗，咁點算啊？可能又寫得唔清楚喎。其實咧亦都有唔少嘅社福機構咧，好好啊，佢哋已經整咗一本書。嗰本書仔咧，其實正正就係幫大家去記錄大家嘅意願嘅。而嗰本書入邊咧，可以分咗好仔細嘅內容，正正就係頭先我所講醫療嘅意向啦、照顧嘅意向啦、錢嘅安排啦、後事嘅意向啦，甚至可以再闊啲講埋就係其實你有冇咩心願呢？你有冇啲咩事擺唔低？你好想交代、好想交託俾其他人去跟進嘅呢？全部嘅嘢咧喺呢啲嘅書入邊咧都可以寫低，都可以記錄。當你寫好咗之後，呢本咁重要嘅書呢，一定要做多一樣嘢，將佢交俾你將來會幫你執行呢啲意願嘅人，無論佢係你嘅家人定係你嘅朋友，你要交俾佢噶，你要話俾佢哋知，原來你做咗呢啲決定。當然你唔可以淨係交俾佢就，當然你唔可以淨係交俾佢哋呢，咩都唔理嘅。你交咗俾佢哋之後，你應該要再講多少少點解我會咁樣諗呢？點解我會咁樣安排呢？背後有咩諗法呢？你要同佢哋講嘅。好啦，咁但係你問淨係交俾一個人又夠唔夠呢？咁當然啦，如果淨係幫你做決定嘅，應該只係得一個人，其他人唔會參與呢個討論。你俾一個人都冇問題。但係如果你知道你嘅屋企有好多家庭成員嘅，譬如一位老人家，佢除咗有配偶之外，亦都有仔女。仔女有啲喺香港，有啲喺外國，有啲喺鄉下。咁我就話俾大家知。你記住，一定要將你嘅意願話晒俾咁多個人知。
因為梁生亦都見過咧，有啲情況係點咧？就係啊，老人家又將佢自己嘅意願咧交託咗俾香港嗰個親人㗎啦，但係佢冇同外國啊、內地嘅親人講喎。當個老人家出事嘅時候，其他親人翻到嚟香港就嘈啦。我冇聽過佢講過呢樣嘢喎，你講嘅係假嘅喎，就算寫埋都好咧，其他人都會覺得唔係真嘅，係你偽造出嚟嘅。所以咧，我會好想鼓勵大家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已經有自己嘅意願，已經係咧寫得清清楚楚嘅話，唔好爭一步，就係要將你嘅意願咧交託晒俾你身邊你認為重要嘅一啲家人甚至朋友，讓個個都知道。當個個都知道，大家都認同你嘅諗法嘅時候，咁咧到你真係去到需要執行呢啲意願嘅時候，咁就應該可以少咗好多好多嘅爭拗，亦都咧真係能夠咧好好咁將呢嘅意願咧得到執行，讓每一個嘅人咧，讓到你都能夠咧好好咁平靜咁樣面對生死死亡呢啲嘅事啦。嗱，咁講咗好多啦，咁啊關於咧即係第二個部分，我哋應該點樣去溝通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啦？同埋咧喺成個預設照顧計劃入邊咧，我哋咧有啲乜嘢嘅步驟咧？咁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啊講咗好多，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對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咧都有一定嘅認識啦。係啦，咁啊多謝晒。